监管基金会是来公布114年度这儿童事故伤害新闻的统计，结果所发现讲，这儿童死伤人数呢是比前一档还阁较加33%。这当中交通事故是占上济的。即马过年又搁咧要到啊，基金会是来提醒家长，这细汉囡仔若准要出门，就爱坐这安全椅，要佚佗啥，家长拢爱特别细腻。 囡仔伫冲气的厝流浪，生啊真欢喜，尤其是过年要到啊，真侪观光地区会有这款冲气的厝流浪，提醒家长，互囡仔生这爱细腻。根据尽管基金会统计新闻报道，去年114年新闻有报的，拢总有18个儿童因为耍游戏受伤，其中有5个就是耍这款物件。我会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冲宝器，就是有塌陷啊，这样子就比较危险。推挤的话也会怕。 就是小朋友从上面滚下来，其实也是蛮危险的。游戏安全事故上面的一个趋势改变呢，过往呢看到主要都是在这个公园受伤或死亡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在2014年我们看到明显的有这个充气城堡式的一个充气游具有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 尽管基金会公布114年度儿童事故伤害新闻分析报告，发现14岁以下儿童死伤人数比前一年增加33%，显示儿童事故风险愈来愈严重。其中上严重的就是交通事故，因为根据交通部道安平台统计，在去年0岁到14岁儿童车祸死伤人数达到14000多人。基金会分析，其中佫以儿童无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占多数。 我们过年期间儿少最常移动的方式大概就是被家人用自小客车接送。我们也要特别提醒，使用这个汽机车一定要使用相关的一个安全配备。 基金会也提醒家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会当降低73%的红菌冲击力，减少71%的死亡风险。提醒家长借儿童年岁身悬，正确来调整安全座椅的角度，才会当保护囡仔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记者台湾林玉凯台北报道。